谢上届专业、上届详细这个气象的报道。继续来看，有一台中国籍的货船玉州启航号，因为风台外围环流，再加上待收藏，全掉离亚洲的外海。昨暝日暝了后，海上真歹，船长决定要来放弃这只船。海巡署是展开着人道的救援，把船顶17个人总救落来。这个救人的过程惊险万分。小心小心！暗暝海上真歹，大海涌是一波接一波，船是陷甲真厉害。拢落差大概3米。海巡的救援船我军伫边仔待命，船员敢来当趁船只交会，瞬间上船时机跳起哩。船跳过来的时候，跳过来的时候，碰了一下。海涌实在是伤大，有船员跳过来时佫受伤，虽然看起来真忝，不过保条性命，嘛松一口气。今天风浪比较大，好像预警能力受限。那在下午的时候他已经没办法再航行的话，就在野柳外海下锚。到晚上8点多的时候，这条船临时船长决定要弃船。中国籍的货船玉州启航，昨早起11点外，因为船只载伤重，佮受到空内风台外围环流强烈的风甲海流影响，规只船海来海去，伫咧亚洲外海默默游。暗暝风雨增强，状况危急，船长就决定弃船。海巡接到通报前往救援，暗时9点外，船顶的17个人拢总救起来。先让这些人离开玉州哈，要不然台风一来，我想这真的是会有性命上的一个危害哈。核电厂就在它的下风处，台风的风向刚刚好吹向那边，其实会对台湾会有多大损害？那不然是基隆三港或者是沿岸的几大渔港，这个不管到哪个区域，都是我们非常难以承受的。不过，今晚有更较严重的问题，货船顶端有大量的汽油，随时有可能泄漏，造成污染。岸上会派更较大只的中国货船来协助拖吊处理后续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